希望大家可以上面點讚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係完全免費㗎，多謝。如果有睇上一集嘅 Clotted Cream and Jam， 呢集就係佢嘅新延篇。正所謂 A quarter past 3 afternoon tea， 英式司康餅就係最好嘅選擇，附帶加埋再上一次嘅美式炸雞，令我諗起以前 KFC 有個有司康餅嘅套餐。事不宜遲，去片，將麵粉、拋打粉、糖、鹽攪勻。而家可以講一下乾提子點處理，其實好簡單，將乾提子浸落橙汁半個鐘，之後擎乾橙汁備用。凍嘅無鹽牛油切粒。將頭先攪好嘅麵粉同切粒牛油放入攪拌機，打至麵粉變微微黃色，大粒牛油變碎為止。而家可以放全脂牛奶，浸過橙汁嘅提子乾，搓埋一嚿，唔好搓太耐，只係令到佢均勻，就要停止。跟住撒少少麵粉喺麵團度，用麵棍碌平度，麵團3厘米厚度。而家就可以攞個58毫米嘅圓形吸個餅出嚟。到最後唔好嘥咗剩返嗰啲麵團，可以合埋佢一嚿，再吸過。記住唔好猜佢。將打散嘅雞蛋同牛奶混合，用個掃將佢掃喺司康餅上面。焗爐預熱攝氏190度10分鐘，再放司康餅入去焗20分鐘，完成。